你有冇試過成日俾你女朋友煩住冇得還拖？你有冇試過30年嘅時間寫一份論文，因為冇 save 而想屌人老母？你有冇試過你嘅小朋友成日俾到戒親要睇醫生？要解決以上問題，只需要一樣產品就幫到你。全泰國人妖手工製配上德國性病帶菌者便秘意念，全新一代夢維牌生鏽鋼刀就幫到你。當你嫌條女煩嘅時候，你可以用夢維牌生鏽鋼刀捅死佢，咁就一天都光晒啦。你30年心血嘅論文一下就冇撚咗，只要拎住夢維牌生鏽鋼刀落到街就可以捅死個傻仔嚟發泄啦。小朋友萬一俾夢維牌生鏽鋼刀捅咗就必死無疑，保證渣都冇得剩，醫藥費都慳翻。等我哋睇下唔同用家嘅意見。我表弟係一個律師嚟嘅，佢做乜都叻過我，佢女朋友又靚女，佢屋企人又有錢。自從我用咗夢維牌生鏽鋼刀之後呢，捅死咗佢，我再冇妒忌過佢啦。我阿媽成日嫌我條賓周太長，用咗夢維牌生鏽鋼刀之後，我咪可以殺咗阿媽？啊唔係，係切咗自己賓周先啱。夢維牌生鏽鋼刀，齊齊捅死班冚家鏟。點解越切越細條嘅？終止人網絡上再一部高成本製作真人真事100%改編，史上第49部網絡影片。故事內容透過編劇驚人排片時間構思，後製團隊足足講咗5738次屌你老母先能夠完成剪接。拍攝完成後，負責導演除咗額頭之外，全身都生晒 cancer。終止合10年時間精挑細選，嘔心瀝血，唯一派台對白。我屌啊！頭先嗰屎忽冇錯嘅，以及令觀眾